搞得这么脏？全新柔顺2合1，含除菌成分，除菌99.9%。以后不许去踢球啦！母亲洗衣液，污渍不过夜。就这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商家的意见呢是这次广告太普通了，产品特点呢没有体现出来。一个洗衣粉有什么特点呢？我给你念一下啊，商家这么说的：我们家的洗衣液采用最新科技，是高精尖产品，希望重拍一版要有科技风啊。可以啊，价钱？没有钱，商家有权打回。行吧，科技感是吧？对。妈妈，我回来了。怎么搞得这么脏？全新柔顺2合1，含除菌成分，除菌99.9%。以后不许上天啦！母亲洗衣液，污渍不过夜。商家的意思不是这样，那是怎样？意思是不要妈妈给儿子洗衣服这么老旧的桥段嘛，有点创意。我觉得很到位啊，他们要科技风，我给了科技风呀。我给你念一下啊，商家回馈：也许科技风并不适合这位导演，请重拍一版高质量的，唯美一些，要有艺术感。价钱？朱导啊，你不要跟商家一般见识嘛，你露两手让他们服气呀。好呀。切，我回来了。怎么搞得这么脏？全新柔顺2合1，含除菌成分，除菌99.9%。以后不许搞艺术啦！母亲洗衣液，污渍不过夜。我说你这样让我很难做人呢。不是要艺术感吗？你不喜欢蒙娜丽莎，我可以换成创造亚当呀。商家说很不喜欢这对母子只会在草地上搓，能不能换个风格啊？不要这种烂大街的这个阳光背景板了。这次对方只要求热闹啊，凸显中国风元素，这种行了吧？那就是让我重拍呀。只要热闹的中国风，不一定要重拍嘛。行吧，我再给你重拍一版，吃点亏喽。这就对了嘛。妈妈的，怎么搞得这么脏？全新柔顺2合1，含除菌成分，除菌99.9%。以后不准你去学习。母亲洗衣液，污渍不过夜。你有完没完呐？你就这么喜欢这几个镜头吗？我可是言听计从，按照商家的要求一点点全部改过来了。你鸡蛋里挑骨头吗？怎么广告里还能做白事啊？你是不是在玩我啊？你给我重拍啊！可以啊，有什么要求你一口气提完。好，换主角，换风格，画面要有冲击感啊，剧情要刺激激烈，还要有电影的质感啊，然后观众要印象深刻。还有这对母子啊，让他们死去。还有没有？有，给你追加了3倍预算，已经打到你账户里了。你早说嘛。还有前面的几版要求啊，你全部给我实现它。可以哦。妈，马克远横向带。你从哪里捡来的？妈妈，我怕。不会是有脏东西吧？脏东西，那怎么办？看我的！
母亲洗衣液，污渍不过夜。请大家关注暴走漫画，关注轻剧场。为了拍这个系列呀，我们欠着一屁股债呢。一键3连我就不指望了，只希望看到最后的人能点个赞再走吧。片场日记系列其实有2套剧集，你们现在看到的是片场日记之杀不了亲，累计点赞破100万，我将免费奉上隐藏篇片场日记之开不了机。大事件第9季每周5更新，请关注暴走漫画。